2025年對於香港嚟講係挑戰同希望並存嘅一年。呢一年我哋經歷咗災難嘅磨練，但亦都見到發展嘅曙光。回望呢一年嘅大小事，堅韌同復甦兩大關鍵詞，正可以概括香港嘅年度面貌。2025年11月26號嘅宏福苑大火，無疑係香港全年最沉重嘅記憶。呢一場5級大火造成161人遇難，成為香港自1948年以嚟最嚴重嘅住宅火災。火災發生之後，中央政府極度關注，並作出慰問及救援指示。災難面前，香港展現出驚人嘅堅韌。消防處迅速反應，一共出動2311名消防同救護人員，經歷43小時連續奮戰，最終將大火撲熄。災後，特區政府迅速推出多項措施支援受災居民，包括災後次日發放嘅每戶1萬蚊應急補助金、3億港元專項援助基金、一戶一社工機制等。火災發生之後，香港市民亦都自發展開愛心接力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衣物、食品、飲水等捐獻物資源源不斷送往臨時庇護中心。內地企業同埋民眾亦都自發捐錢贈物。今年嘅挑戰唔止於一場大火。今年風季一共14個熱帶氣旋影響到香港，破咗自1946年以嚟嘅紀錄，當中更有2個達到10號風球，韋柏同華加沙。7、8月嘅連場暴雨打破天文台1年內黑雨生效次數嘅紀錄，其中8月5號嘅黑雨喺香港天文台總部錄得358.8毫米，打破自1884年以嚟8月單日最高雨量紀錄。然而，每次危機都成為城市韌性嘅試金石。面對颶風，特區政府超前部署，通過天文台精準預測，提前公佈停課安排，開放臨時庇護中心，並且喺風球除下前提前解決水浸、冧樹等問題。面對突如其來嘅暴雨，亦都能夠迅速應對，支援受災市民，清理水浸黑點，令城市喺風雨結束之後能迅速復常。在政府與社會的共同努力下，經濟持續發展。今年整體經濟穩中有進。喺挑戰中，今年香港經濟與民生亦都展現出強勁復甦勢頭。2025年前3季 GDP 增長3.1%到3.8%，全年 GDP 增長預測上調至3.2%。5月最低工資上調至每個鐘頭42個1，惠及36,700人。今年特區政府嘅盛事經濟亦都得到唔錯嘅成效。2月大熊貓雙胞胎寶寶正式同公眾見面。3月啟德體育園盛大開幕，隨後大型演唱會、國際體育賽事等接踵而來。11月同廣東澳門共同承辦第15屆全國運動會，香港承辦8項競賽項目同埋1項群眾賽事，並取得9金2銀8銅嘅好成績。憑藉多元旅遊資源，截至今年前11個月，訪港旅客已經達大約4500萬人次，同比增長12%，而超越2024年訪港旅客總數。12月7號立法會換屆選舉成功舉行，投票率超越上屆，充分展現香港社會災後重建、改革向前嘅決心同團結一致、互愛互助嘅精神，為由治及興寫下新注腳。2025年嘅香港喺烈火中淬煉堅韌，喺暖潮中見證復甦。正係因為有面對災難嘅堅韌，先至有咗經濟民生嘅復甦，而復甦嘅成果又進一步增強咗城市應對挑戰嘅韌性。喺2026年嘅晨光中，呢一座城市將會帶住呢一份堅韌同復甦嘅力量，繼續書寫由治及興嘅新篇章。